分享书看客家苗路考验，明日一行二新闻。总统赖清德9月12號喺客家委員會主任委員顧秀惠陪同之下，老鄉親共下參加200千秋2025全國人民祭第新作業人民夜祭祀典禮。賴總統勉勵大家保持人民夜忠義精神，保護國家、守護家園，並強調客家族群留下來嘅傳統美德，值得大家學習老傳承。賴總統指出，7家上映以後提出客家6件政策。包括共享客家、飲食客家、鄉野客家、創新客家、企業客家、高國際客家，目前已經一一執行。顧主委表示，人民祭唔但將替全台灣最有代表性嘅客家文化節慶，還包含豐富嘅傳統祭典，老用行義進行祭祀嘅禮俗，也對文化做得繼續多樣化，係意思官方民間老安度鄉親向下打拼出來嘅。拜託大家繼續傳承人民精神，未誠心強調人民夜必有台灣風調雨順、國泰民安，客家代代相傳。以上係客家苗路考驗嘅報道，接下來會教大家根本日曆明日一行二就是祭祀，大家來去參加人民夜祭祀典禮，唔好為忙啊，下禮拜將來了。